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统计局公布的1到2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也就是俗称的2026年1、2月的成绩单。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16日上午在国新办发布会公布1到2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那么我看很多媒体解读定调是叫起步有利，开局良好，说主要指标明显好于市场机构此前偏弱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比2025年12月要快了 1.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加快 1.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 2月 CPI 同比上涨 1.3%，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降幅收窄，也就是还在下降只是下降的幅度收窄。那么这个财新网、中金公司、瑞银、申万宏源等机构在发布会后迅速发布分析。这个主流的观点认为数据得益于春节错位效应。你看这回春节也起好作用了，政策靠前发力，如基数影响，也就是前面的基数小，工业和服务业韧性超预期这是很多媒体都这么解读，那都是稳中向好开局良好不管是2026年开年还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总之这个1月、2月这个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起步有利，开局良好。所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数字背后还有怎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故事，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理解。首先第一个，工业生产加速，装备如高技术制造业领跑。1到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2月环比增长 0.83%， 制造业增长 6.6%， 装备制造业 9.3%， 高技术制造业 13.1%这都是好消息也就是你看这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那都是将近2位数的增长。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6.3%， 产品销售率 95.4%， 这个得益于春节后复工复产节奏加快，叠加2新政策显效，装备如高技术板块成为亮点，工业韧性强于预期就比预期的好一点。那么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呢，叫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为经济向好就是为这个经济向好奠定基础，咱们叫新质生产力嘛，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这一块取得成绩，但是不要忘了根据这个财新网如瑞银的分析认为工业回暖主要靠出口如政策刺激驱动，私营企业如内需导向行业仍然承压。私营企业那指的就是咱们牛马所依赖的这个就业的这些主体或者叫私营企业主要是吸纳牛马就业的最多的，那这个私营企业还是承压，内需导向还是比较弱，因为这些主要是出口嘛。彭博社认为制造业 PMI 仍徘徊在49附近，显示需求端约束明显，私营企业出口复苏掩盖了内需疲软，传统制造业如房地产链条相关的行业，钢铁、建材、水泥等仍在去库存，仍在去化，产能过剩隐忧未除。如果出口外部环境恶化，也就是地缘政治风险或贸易摩擦，那么工业韧性将迅速回落。现在都喜欢说韧性我也不知道，就看到媒体各种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美以对伊朗的混合双打，咱们很多媒体就报道说伊朗的这个韧性，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打了没用，它很坚韧，或者是它能收缩，像那个弹簧一样叫韧性。我就感觉这个中文里面这个汉字词儿不够用了，每编一个词我总觉得它是为了掩盖一个问题，它就不能用大白话告诉你，因为大白话告诉你就完了，对吧？所以它一定要制造一个词让你不明白，把这问题绕过去。造词对吧？那个我记得3年口罩期间呢，造的词是最多的，各种词。这个房地产专家孟晓苏不专门还讲个笑话吗？就为了掩盖问题，那就不停的造词儿。下降就下降嘛，叫负增长，对吧？贫穷就贫穷嘛，叫代富人群。为什么这么整呢？实际上就是想掩盖问题。中金公司测算，工业对 GDP 的拉动虽增强，但内生动力不足，民间投资活力低迷，将制约中长期增长。也就是说1到2月虽然是叫起步有利，开局良好，但是隐忧是同时存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回暖，但结构分化严重，服务消费亮点突出，商品消费如汽车仍拖后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到2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079亿元，同比增长 2.8%，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商品零售中，服装、鞋帽、针织品、金银珠宝、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增长较快，而汽车零售受春节错位影响偏弱。你看这个春节在汽车这块也是捣乱。这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强调春节因素推动服务价格大幅上涨，以旧换新政策延续拉动升级类消费。这个路透社民调认为他说消费增速反弹好于预期，为全年稳增长提供支撑。好于预期什么意思啊？就是预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比悲观的那个要好一点。那这里面就不能不说一说1到2月社零数据增长 2.8%。这个我们知道吧，去年从5月份开始，这个社零数据是一直在下降的，我记得降到2025年12月好像只有 1% 都不到了，0. 几。你照这个趋势下来，1月2月很有可能就应该是负的，或者是0，不增长，对吧？这是趋势嘛。但是今年1到2月它还是 2.8%， 那就好于预期。我看了一下咱们历史上的社零数据，这个社零数据呢，在疫情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都是同比跟去年的同一个月比。2019年之前这个数字基本上就在 8%、9%， 就是这么一个增长速度。到了疫情期间呢，那就高低不平，就是剧烈波动了。疫情结束以后就逐步走低，从 8%、7%、6%、3%，一直到哪儿呢？我们看2025年7月 3.7%， 8月是 3.4%， 9月是 3.0%， 10月是 2.9%， 11月是 1.3%， 12月是 0.9%， 就是社零数据但是2020年1到2月变成 2.8%。 通过这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社零数据是非常惨。疫情之前同比增速稳定在 8% 到 10% 之间，属于常态。疫情之后虽有反弹，还没达到报复性反弹的地步，有反弹，但是很快2024年就开始回落，一直落到2025年12月。那现在2020年1到2月反弹至 2.8%， 能不能稳住，能不能继续反弹，这就不好说了。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这个社零数据跟老百姓的信心有极大关系，跟老百姓的这个口袋有极大关系，反映的就是内需嘛。根据这个中金公司宏观团队与彭博社的看法说我们的社零数据内需叫 K 型分化严重。什么叫 K 型分化呢？结构性的你不要看它1月2月略有反弹，但是反弹这个数还是很低的你看 2.8% 嘛，以前是 10% 但是反弹了，这就是这个叫什么，叫好的苗头，但是决策数还是低的。那么中金公司他认为叫 K 型分化，高端与低价折扣消费强，中端改善型消费承压明显。这个中端改善型消费主要是指汽车和居住类。而这个瑞银的胡宇警告说，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 GDP， 就业压力就青年失业率仍高，与房产财富效应减弱，导致预防性储蓄高企，没有报复性消费，只有报复性储蓄这个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份研报指出消费信心修复缓慢。而财新网分析显示，商品消费尤其是汽车、居住类仍疲软，服务消费亮点主要靠春节错位与政策补贴。什么意思呢？那就这个就是可持续性要打个问号的。2月有个春节，对服务性消费有帮助，然后这个政策补贴，对吧？这是2月份。那3月份还有没有补贴呢？3月份反正没春节了。也就是说，这种靠服务性消费拉高的这个社零那3月份就对吧？这个有利因素就没了。若无更强收入与信心提振，消费难形成持续回升动力，内需不足将持续拖累经济循环。也就是这个中金、瑞银还有财新，他们认为这个1到2月这个社零 2.8 的这个反弹是一个反弹，后续乏力如果没有政策，没有这个收入与信心提振，那它可能持续性存疑就这意思第三个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低位企稳，制造业与基建托底，但房地产投资拖累显著1到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 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基础设施投资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这个主要是得益于政府的专项债。我们昨天节目说了，这个央行这个社融数据已经表明，老百姓不贷款、不加杠杆、不消费，政府在发债，所以这个社融还
还有所增加，全靠政府发债。那政府发的债干什么呢？与两重项目资金提前下达，对投资形成支持。政府发债，你这个钱拿去投资重点工程、重大工程，应该是这样的啊。制造业投资相对韧性，国家统计局强调，投资端制造业加基建托底作用增强。但是啊，这个隐忧大家也知道了，对吧？政府投的项目后续到底能不能赚钱，收益怎么样，这也是个问题啊。路透社与标普全球评级重点警示啊，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仍是最大的拖累因素。彭博社分析啊，库存高企与开发商现金流紧张导致新开工与投资低迷，预计2020年销售继续下降10%到14%。而中金公司测算，民间投资活力不足，这个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嘛，那就挤压民间投资啊，民间投资那就不足。地方债务压力与房企风险出清仍在进行中，整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仍有限。若房地产调整期延长，投资端将进一步拖累 GDP 增长与就业。第四个啊，就是价格这一块，咱们老说通缩啊，价格是温和回升 ，CPI 与 PPI 双修复，但通缩的风险基础未除。2月 CPI 同比上涨 1.3%，1到2月啊，平均是 0.8%， 环比上涨 1%，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8%， PPI 同比降幅收窄，环比继续上涨。国家统计局董丽娟啊，他认为啊，春节因素推动服务价格大幅上涨，黄金饰品、汽油价格受国际因素影响上行。但是瑞银和高盛认为啊 ，CPI 回暖但仍低位徘徊，下半年存在转正的窗口，也就是下半年有可能啊转正。刚才说了这个服务，对吧？那么统计局公布的啊，这个华夏时报啊，它有另一份解读，它这么说的啊，就是社零数据总额同比增长 2.8%， 比上年12月份加快 1.9个百分点，12月不是0.9%吗？但是这个华夏时报他说而2015年1到2月份社零消费总额同比增速为 4%， 由此可见2021年1到2月社零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2个百分点。他这个对比就很好的规避了什么春节，对吧？去年1、2月份也有春节啊，对吧？春节去掉这个因素，那么你这么一对比，去年也有国家政策，你这么一对比的话，你今年1到2月增速只有 2.8%， 而去年1到2月增速是 4%， 所以你这个增速你还是回落了 1.2%， 就这意思啊。那么华夏时报认为啊，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就是按照这个所在地分呢，就是城镇和乡村啊，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4449亿元，增长了 2.7%。你看城镇还没到 2.8%， 拖了后腿。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1630亿元，增长 3.2%。农村的居然还超过了 2.8%，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这数据不能不打个问号啊。就农村的消费还增长快，当然了，这个跟春节有关系啊。春节城里面是下乡是吧？到乡下去做贡献去了。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是75815亿元，增长 2.5%。你看商品啊，它的增长是低于这个 2.8% 的。其中啊，餐饮收入是10264亿元，增长 4.8%， 就是2026年1、2月啊，这个餐饮增速还可以。值得注意的是，餐饮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 4.3%， 增速回升了 0.5个百分点，也就是今年1到2月比2025年1到2月餐饮这块还稍微好一点，增速还要高一点。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额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织品、粮油食品、通讯器材、金银珠宝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0.4%、10.2%、17.8%、13%。从环比来看，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月增长 0.81%， 这是商品啊。那刚才说的服务啊，1到2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比去年全年加快 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类、旅游咨询、租赁类、文体休闲服务类增长较快。1到2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2546亿元，同比增长 9.2%。网上商品零售额20812亿元，增长 10.3%， 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 24%。网上服务零售额11734亿元，增长 7.3%。也就是网络上面啊，这些增速还是比较快的。网购整个的社零啊，26年1到2月比25年
1到2月是少了1.2个点，但是服务零售啊不仅没少，反而还多了0.1个点。那就是说这个服务零售，今年头2个月比较强劲。那比较强劲什么东西呢？主要是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还有一个就是通讯信息服务。通讯信息服务是什么？短剧是吗？就类似这些东西吧。所以说啊，这个建银国际与财新网指出啊，他说这个 CPI 回暖主要靠春节日服务价格，核心通胀1.8%仍处于低位。PPI 虽降幅收窄，但仍负值，反映生产端价格压力未减。彭博社分析师警告，需求端疲软导致企业利润承压，产能过剩，行业去化缓慢，通缩风险未彻底消除。长期看，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将进一步压制需求。若工资增长滞后于物价，滞胀隐忧可能浮现。也就是我们现在你物价也涨的话，但是工资不涨，那牛马韭菜就更惨。那么机构认为这些机构价格修复基础不稳固，需警惕需求不足引发的2次通缩。房地产价格环比降幅收窄，但调整期远未结束。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新建商品住宅环比降幅继续收窄，一线城市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二手住宅降幅收窄。标普全球评级与路透社维持2020年销售下降10%到14%的预测，强调库存高企与需求疲软下调整仍将持续。而这个瑞银的林正宏预测一线城市二手房2020年可能继续下跌10%，新房企稳但无普涨。2、3线分化加剧，核心区好房子需求空间大，外围郊区与缺乏竞争力项目仍将下行。房地产财富效应减弱将进一步压制消费与投资，负资产与抵押贷款违约风险可能增加。所以说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到2月数据显示开局良好，但是很多机构还是指出了这个表面亮眼数字难以掩盖多重深层隐忧。也就是这些数字它亮眼，你要知道它亮眼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亮眼。但是它是不是就意味着没问题了？不是这样子的。这就好比房地产的3月份、4月份小阳春一样。那么深层次隐忧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内需不足，这个是最大的制约，你怎么刺激都刺激不起来。唯一的亮点就是值得关注的是1到2月社零数据它没有再跌了，但是它反弹一下，那后面它能不能持续？虽然说它持续的可能性持续性比较弱，但是我们希望看到它看能不能挺一挺。第二个就是房地产调整周期延长，也就是很难说企稳。为什么呢？库存高企，开发商风险尚未出清，房地产销售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第三个就是通缩压力，这个 CPI 与 PPI 修复弹性有限，产能过剩与需求疲软并存。有这个机构警告若外部需求放缓，通缩风险将卷土重来。这一块我们一会儿说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这是典型的第四个隐忧就是就业与民间投资活力不足，青年失业率仍高，民间投资信心低迷，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政策刺激虽显效，但结构性矛盾未解。那第五个问题就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冲击出口韧性，内需弱势难以完全对冲。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对吧？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看今天有记者问这个国家统计局这个发言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这个油价对我们的影响，你不能说没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恐怕不是谁可以这个轻描淡写就一笔带过的。咱们毕竟80%的原油是要进口的，有很多人就说我们有新能源汽车，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石油依赖就小了。这个我们现在80%要进口，这个石油它不光是能源但是很多化工原料包括什么尿素，它跟这都有关系，对吧？我们很多这个原料都来自石油刚才说到这个消费，对吧？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我看网上有人说比亚迪多部门降薪40%，电动汽车行业何去何从？实际上刚才咱们这个统计局，对吧，公布数据里面也说了，其他机构解读主要是1到2月新能源汽车这一块销量下降，这个也成了一个拖累，就内需里面成了一个拖累，价格还下跌。现在你看国内新能源汽车这块一哥，对吧，头部那是比亚迪肯定是算一个，比亚迪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其他的新能源汽车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个不是空
空穴来风啊的文章说，他昨天比亚迪多部门绩效系数下调，整体降幅普遍达40%的消息引发热议。C 并非全员一刀切，却仍戳中行业痛点。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比亚迪的成本优化动作从来不是单一企业的经营调整，而是整个电动车行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缩影，背后折射出行业未来趋势。第一个叫行业告别规模至上，进入利润优先的理性调整期。以前是拼规模拼产能，现在不行了，要赚钱了，从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转型。未来车企将更注重投入产出比，抛弃盲目扩张，聚焦盈利能力提升。行业进入淘汰赛，中小车企若无法实现盈利，终将被市场淘汰。比亚迪降薪的背后折射出来是什么呢？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整体利润率创10年新低的困境，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利润率是一年比一年低，这就是内卷嘛，竞争加剧，产能过剩，这种压力正在传导至整个产业链。一方面，行业将呈现头部集中态势，比亚迪、特斯拉等头部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垂直整合能力，通过锁价供应链、自建矿产资源等方式对冲成本压力，而中小车企则面临涨价失市场，就是你要涨价的话，你没了市场，你不涨价吧，就失了利润，你没钱，那就是两难加速被淘汰。你看，这就是新能源汽车面临的这个困境，连比亚迪都要降薪40%，那说其他的车企怎么样？最后我再说一下有眼尖的网友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和央视财经发布的数据相矛盾，但这只是一个你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由此推算出居民的消费率，那就是2.9万，对吧？乘上一个14亿，大概42万亿，42万亿再除上一个 GDP 不是140万亿吗？得出一个29.6%，就是30%的这么一个叫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算出来是29.6%，但是央视财经以前公布的是39.6%，所以说这个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都是喉舌都是国家机构，也或许是对吧？他们这个互相通气就对答案没认真总之这些都是小瑕疵的吧？这些疑问不改，咱们2026年前2个月国民经济叫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咱们牛马韭菜就在这种开局良好声中纷纷降薪失业，但是这个也不影响开局良好。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